来继续来看香港的消费者委员会测试到20款的土豆酱，结果发现台湾新竹真出名的福源土豆酱黄壳毒素超过标准，若是食伤多，可能会肝硬化、癌症甚至是死亡。业者发声明，讲因定期检验，全部符合食品安全的规定。因质疑香港的消委会用来测试的土豆酱，老早伫今年1月都已经过期，当然会变质。甲土豆酱摆伫熟巷，随便着香甜的皮，所以到丰富配料，真做好食佮健康的早汤。这土豆酱食着土豆粒，滋味更加赞。不过，即卖有一款豆制好的新竹福源土豆酱，互检验出敢若黄壳毒素超标。消委會今期測試咗20款花生醬，結果發現有2款樣本檢出嘅黃曲霉毒素含量高於歐盟上限。香港消費者委員會發布影片，試20款土豆醬，結果所發現，其中12款檢驗出黃殼毒素。台灣的福源土豆醬的量上濟，每公斤有4.94微克，超出歐盟的4.0微克限制。黄基毒素它會有致癌性，它會增加肝癌的風險。那長期吃到黃基毒素的話，它會影響腎臟功能。黃殼毒素可以出現喺土豆製品，濕度若懸就可以產生，紅或者是致癌物質。若食傷濟，可能肝硬化、着癌，甚至是死亡。新竹福源土豆醬名聲土行城，喺台灣市佔率是1粒1，好滋味嘛流傳一架起。不過靠香港驗出超標，後面眾朋攏驚甲講起。非常的震驚，因為我本身就是福源花生醬的愛好者。應該是還好，對啊，如果確保那個食物在那個期限內。不過，福源公司發布聲明駁回，講產品攏定期檢驗，11月初7的檢驗報告攏符合食品衛生管理標準。嘛，這期香港消委會檢驗的土豆醬，保存的時間是到今年1月14。但是最近這檢已經過期真久，當然有變質的問題。到底是摕過期的物件來檢，或者是真正有食安問題？就要等相關單位調查釐清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